如果我扮成你，被人发现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只要不撩开面纱，应该不会被发现。那今天的柔然，有多少人敢撩开你的面纱？3个人：金蚕子、那提，还有拓跋绍。那提不到10岁，而且他现在被金蚕子软禁，他应该不会出现。至于金蚕子，我会派人拖住他，他应该也不会出现在拓跋绍身边。那万一拓跋绍要求呢？那个时候，我和他已经面对面，就算他撩开面纱，看到我的容貌，也已经晚了。也对。那我们就从出发开始推敲。如果我穿上你这身衣服，戴上你的面纱，外面的侍女会把我当作你吗？只要你不说话，他们一定认不出来。好，那我不开口说话。如果有人问话的话，我也尽量不开口。但是我还是需要在几个关键的小动作上模仿你。好，我教你。那我走出这个房间，外面的侍女把我当成你，他们迎上来，簇拥我走出去。暮云会向门口的侍卫通报太妃到，门口的侍卫一定不会怀疑我的身份。这些侍卫又会向拓跋绍派来的侍卫通报太妃到，拓跋绍的侍卫对我的身份也一定深信不疑。这个时候，你就可以登上拓跋绍派来接我的马车。那后帐的侍女们呢？他们只能送你到门口，包括暮云在内。好，那我现在独自一人登上马车，车行大约半里路，就来到登基大殿的建春门前。你下车后，同行的灰衣侍卫会向大殿里的红衣侍卫通报太妃到。那走进了建春门之后，里面是什么情形？大门正对着太华殿，拓跋绍就在这里登基。不过那天，红衣侍卫却带着我从外廊绕到了偏门，进入了太华殿。偏门，那就是说正门是登基时候的特别通道。那我送龙袍去的话，应该走的是偏门。那我们继续向前，进了建春门，向左转就是外廊。那偏门处有侍卫吗？有。多少人？那天我看到4个，都是黑色衣服的。他们查什么吗？再查一次，明天。这样的话，那这些黑衣侍卫也不会怀疑我，然后他们就会引领我进入太华殿。不，木兰，这一次没有人引领，你得一个人进去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拓跋绍为了安全，不允许任何人自由出入太华殿。那就是说，太华殿内只有我和他2个人。是。太好了，只要我走进太华殿，只要拓跋绍出现，那我们就大功告成了。对。木兰，你为什么不问我出去的路？只要能诛杀拓跋绍成功，哪怕我的脚步停在那儿，我也死而无憾。殿下，书生回来了。书生，怎么样？能做出来吗？放心吧，没问题。走走。贺红小姐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在拓跋绍王子的龙袍绣完之前，我没有时间教你任何东西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太妃，你再不识抬举的话，小心我爹收拾你。贺红，怎么样？一切事宜我都准备好了，只等你一声令下。你回去告诉所有人，
行动就在明天。明天我会去为拓跋绍送龙袍，你们开始营救多伦。为什么在同一天呢？金蚕子将拓跋绍登基和处死多伦放在了同一天，他想让我手忙脚乱，那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将诛杀拓跋绍和营救多伦也放在同一天，好让他手忙脚乱。记住，你答应过我的。我说到的一定做到。顿珠，是小姐。我们走。不送。福利，咱们继续。当你要登上马车的时候，后面的侍女就会涌上来，然后你把手这么一搭，他们就会出来扶你。手再高一点，再低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还有红兰，走路的时候步子要小，要慢一点。哎，木兰，步子小一点。哦，小一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扮男子太久了，我都忘了。小一点。哎呀，到底行不行啊？哎，怎么样了？哎，怎么样？放心吧，都做好了。给我看看。到底哪面是真的？说实话，到现在我都分不出来哪个是真的了。好，那就随便拿了。我也走了。多保重。曲不离口，袖不离手。这么多年没摸针线，我这绣艺大不如前了。谁说的？我看呀，你绣的还和从前一样好。怎么会？你看，我绣的这朵花瓣就没你绣的这一半工整严谨。要论工整严谨啊，你可是一直都不如我。哎，谁说的？本来就是啊。你们花儿锦以灵气取胜，我们锦绣山庄以端庄大气取胜。我们花儿锦绣的最好的就是花朵，花朵讲究的本来就是灵气。我们锦绣山庄的目标是天下第一绣庄，一定要严谨工整，才能成为大家呀。好了好了，不争了，我们两家各有千秋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织和亲图的那个时候，也经常这样争执。是啊，你不服气我，我也不服气你。但我那个时候经常让着你啊。谁说的？那个时候你可是和亲图的主持，
我们大家不都得听你的？我让了你，你还不认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就不说谁让谁的，反正谁对听谁的，行了吧？咱们那个时候争来争去的，还不是为了让合青图更精致、更完美吗？是啊，但最后我们也成功了。而且我们的感情比梅枝合青图以前更深了。有时候，我真的很想念紫苏他们，还有小浅、真妹、兰芳他们。我有时候做梦回到五凤谷，醒来的时候，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都还在耳边回荡。我也想他们，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呢？木兰，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从前的快乐？能，一定能。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又能回到从前的生活。所以，明天的任务也就格外重要。明天，我们真的能成功吗？能。当初制合青图的时候，那么艰难，那么凶险，我们都挺过来了。明天，我们一定能成功。明天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一定要杀了拓跋绍。木兰，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明天不仅要杀死拓跋绍，你也要活着回来。老实说，明天这件事我还真没有把握。不过，只要能完成任务，我的命不重要。都怪我太没用。如果我也能像你那么能干，那么勇敢，我早就杀了这个奸贼，用不着现在连累你九死一生。傅林，你答应我，不管我明天发生什么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活下去，还要把我没完成的梦想一一实现。木兰，傅林，我们聊得好好的，你怎么哭了呢？木兰，我真的怕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小心的。但是，你也要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我希望我想起你的时候，脑海中浮现的永远都是你的笑容。咱们俩约好了，不管明天发生什么，当我们想到对方的时候，脑海中永远都是对方的笑脸，而不是眼泪。快笑啊！我走了。哎，小姐，摄政王如果知道你现在做的事，会打死你的。你放心，他是我亲爹，就算我做了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他也不会要我的命的。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？你那3两下功夫，去了也帮不上忙。你就在家里，好好等我回来，知道吗？小姐小心。摄政王，贺红小姐出门了。换身便服跟上，随时向我禀报。是，摄政王。太妃娘娘，听说龙袍已经绣好，拓跋绍王子特意派车来，现在已经在门口等了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取了龙袍就走。是。木兰，傅林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我走之后，你扮成侍女即刻离开，在魏国柔然交界的河边，柱子和铁匠他们都在那儿等你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多伦也在，他们会带你回魏国。柱子会安排人送你回五凤谷。木兰，那你呢？如果我赶到的话，就跟你们一起走；
如果今日黄昏我没有到，你们就别等我了。不行，如果你见到多伦，你就告诉他，我心里装得满满的，一直都是他。过去吗？拓跋绍王子说不敢劳动太妃的大驾，让我送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反正我也懒得再跑一趟。不过，既然这样，我要好好再检查一遍。好的。木兰姐，木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那拓跋绍真是狡猾，他竟然不让你亲自送过去，派人来取，不让我送龙袍，那这样你就见不到他了。那要怎么诛杀他呢？木兰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他发现了这个瑕疵，一定会来找你。那万一他没发现呢？你别忘了，他母亲是谁？小心拿好。好的。殿下，龙袍已经绣好了。叫福临来。是。请太妃马上到太华殿去一趟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去禀报太妃。摄政王，启禀摄政王，贺红小姐一直在市场绕圈子。她出门这么久，一直绕圈子，难道她是故意吸引我的注意？太妃娘娘到！太妃娘娘到！拓跋绍王子交代了，只请太妃一人前往太华殿。娘娘，没事儿，名帖给我吧。暮云，你说木兰现在该走到哪儿了？娘娘，时辰到了，你该走了。你穿上我的衣服吧。为什么？我们两个人只能走一个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跟我一起走吗？现在整个王庭就我们两个人里面了。花木兰穿着你的衣服去了拓跋绍那儿。如果你现在想出去的话，
只能换上我的衣服，戴上我的面纱，这样门口的侍卫才不会怀疑你。这不行，如果把你留在这里，金蚕子发现了，他会杀了你的。如果我也走的话，我们很快都会被发现。如果木兰暴露的话，到最后大家谁都走不了。娘娘，快穿上吧。暮云，你必须跟我一起走，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里送死。不，娘娘，你们魏国的女子，为了伸张正义，连死都可以不怕。我们柔然的女子，也一样可以。那不成，你必须跟我走，我们生死都要在一起。不，娘娘，如果你不走，金蚕子利用完你会杀了你的。而你是以和亲公主的身份嫁到这里的，如果金蚕子杀了你，那柔然和魏国永远都不会有和平的一天了。娘娘，为了柔然，为了魏国，你必须逃走。你回到家乡之后，告诉那里的父老乡亲，其实柔然的百姓也不希望看见战争。暮云，娘娘，你不必为我伤心。我只是一个草原上穷苦牧民的孩子，大汗曾经对我恩重如山，而你又待我亲如姐妹。暮云这一生能够遇见你们两个，已经足够了。暮云，我的好妹妹。娘娘，你是千金之躯，暮云受不起啊。不，暮云，你就是我的好姐妹。如果不打仗，我们魏国女子和你们柔然的女子本来就应该成为姐妹啊！娘娘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为大汗尽忠吧，请你成全我。暮云，请收茯苓一半。娘娘，娘娘别说了，你快走吧。暮云，我舍不得你。娘娘，我也舍不得你。太妃娘娘到。摄政王有令，立即提审犯人多伦。开门。太妃娘娘请。好，带走。等等，怎么，摄政王等着要审他？我再看一下摄政王的令牌。放行。哼，走。唆使贺红偷走我的令牌，想用我的女儿来对付我。金蚕子，你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有那么多废话？只要有我夺苏风在，你休想动多伦殿下一根汗毛。夺苏风，我久闻你是柔然第一勇士，只要你肯归顺我，既往不咎，荣华富贵，你便唾手可得。老贼，你做梦！
那我就不客气了，给我上！留下多轮活口，其他人杀无赦！杀！走走，站住！后面冲出来的人是谁？我们是多伦殿下的朋友。殿下，快走！我们走，要西西寺，快走啊！其他人不管，抓多伦！快走！都走，快走啊！走！福灵，你来了。你把头转过来。哦，呵呵呵，是。这里就剩下我们2个人，把面纱取掉吧。等等。这群饭桶竟然让多伦逃脱！摄政王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立刻飞马传信，将可汗王庭通往魏国的所有道路封闭，所有人不得出入，尤其是贺红。另外，告诉拓跋绍速来商议。是，摄政王。哼！花木兰，花木兰怎么近日没有出现？拓跋绍，你是？怎么可能是你？你竟然还在柔然！你竟然混进来了！我佩服你，花木兰。没想到吧？我曾经在圣乐发誓要取你的人头，今日就是你死期。木兰是不是正诛杀拓跋绍？是啊，那贺红呢？他去接应花狐了。多伦殿下，花狐吩咐过我们，救了你立刻出城，无论他如何都不要管他。如果他死了，我更活不下去。多伦殿下，走走！我今天就站在这里，我看你怎么杀我。你手无寸铁，杀我？哈哈哈哈哈！飞阵，原来这才是我拓跋绍的命运。作为一个秀女的儿子，最终死在一根针下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嘿呀！
殿下被杀了！快拦住他！站住！站住！别动！住手！都给我站住！认识我吗？认识。你是摄政王殿下的千金。认识这个吗？这是摄政王殿下的令牌，见令牌如见摄政王。这位也该认识吧？她是太妃娘娘。缉拿太妃娘娘，你们想死啊？不是，可是拓跋绍王子死了，他刚才和王子见过面，是他杀了拓跋绍王子。太妃娘娘是奉摄政王之命诛杀魏国王子拓跋绍，都给我让开！刺客是太妃，接走她的是贺红小姐，她还带着令牌。贺红偷了令牌，不只是救多伦，还要救花木兰。他怎么可能去救花木兰？摄政王，我们怎么办？追！拦住他们！走！走，咱们快走！花狐，你们先走，我殿后。行吗？行。哎，走！啊！我的书，书生！下辈子还是兄弟。过了前面那口子，一路往前就是魏国了。多伦、木兰，把你们送到前面那个口子。我就先回去了。贺红，你这样回去，你爹不会放过你的。没关系，他是我爹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走啊！快点！我们走吧。让我来。摄政王的令牌在此，见令牌如见摄政王本人。我现在命令你们，把路障挪开，让我们过去。阿回涛，你不认识我是谁了是吧？贺红小姐，我认识你，但是摄政王有令，除非他亲自下令，任何人不得从此出入，尤其是你，贺红小姐。哼，你连我的话都敢不听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？贺红小姐，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敢放你们。怎么办？出不去。那就拼个你死我活，冲出去。多伦，你带贺红先走，我爹后。不，你们先走，我来掩护。你们先走，我来掩护。
多伦、花木兰，你们两个永远逃不出我的掌心。弓箭手，快拿我当人质！什么？快拿我当人质！爹，快救我！多伦要杀我！金蚕子，你女儿在我手上，赶快命令你手下挪开路障，放了我们，要不我就杀了他。这么难才抓到你们3个人，为了他就放了你们？不可能！贺红，她是你亲生女儿，用她的命换我们3个的命，还是你划算？贺红，你看你帮着他们对付我，现在他们竟然利用你来威胁我。爹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没想到多伦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所以我瞎了眼。爹，我知道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，你要救我！我要死了你怎么办？我是你女儿呀！金蚕子，用你女儿的命换多伦的命，我留下。不行，放多伦就是放虎归山。金蚕子，用贺红的命换木兰的命，我留下。放花木兰？哼！你杀了拓跋绍，破坏我问鼎中原的美梦，不把你碎尸万段，我绝不甘心。既然一命换一命你不愿意，那就别怪我对你女儿无情了。爹！金蚕子，当初你为了保命，不惜弑杀傅寒和吴提，现在我为了保命，杀了你女儿，替他们报仇。不要，爹！看在我死去的娘的份上，你救我呀！贺红，你是爹的好女儿，可是爹有今天，是吃了无数的苦，爹绝不能前功尽弃。贺红，爹会为你报仇的。如果他能对你下得了手，他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。贺红，你干什么？我要你放了他们！你疯了！我没疯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。快，放了他们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，我就杀了你！对了，你不是还想当大汗吗？要是命没了，你怎么统一天下？贺红，我是你唯一的爹。你不是我爹。从你让我成全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没有这个爹了。金蚕子，你放了他们！好，放了他们！我们走。你这个傻丫头，他们走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多伦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要你娶我。贺红，贺红，贺红，你怎么这么傻呢？贺红，贺红。到了这里，金蚕子应该追不上了。傅英，你的脸。傅英，
你还是那么漂亮。柱子，也不知道贺红现在怎么样了。我能感觉，他已经不在了。我们已离开柔然，在魏国境内了，后面是柔然。我们该怎么做呢？木兰，你们现在已经安全了，我们就此告别吧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准备去七国那边，那边是我母亲的部落，还有几个氏族从前也跟我交好。如果能够说服他们对抗金蚕子，那么我也许还有机会向金蚕子讨回血债。那你有多大的把握说服他们？我没把握，但为了柔然，我一定要试一试。多伦，你觉得把这些散落的部落集合起来，和金蚕子的实力相比，你有胜算吗？我也知道这件事情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。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金蚕子将柔然带向灭亡。多伦，金蚕子是你的敌人，也是魏国的敌人。你和魏国可以联手铲除金蚕子，实现和平。但我只是个柔然的王子，你们愿意接受我吗？你心里很清楚，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现在，根本就不是魏国和柔然为了争夺财富和土地而战，而是有像金蚕子这样别有用心的人想实现自己的贪欲。木兰，你说的对，魏国与柔然本就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。当初金蚕子极力鼓吹战争，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一定会对魏国再次发动战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更应该站到魏国的阵营中来，我们可以一起联手对付他。我是一个柔然王子，竟然要靠魏国的力量来拯救自己的部族。多伦，我们以前之和亲图，是为了让魏国和柔然能够永远和平，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事情，更应该是为了让魏国和柔然能够和平。在五凤谷，你可以和魏国的朋友一起联手，保护和亲图。今天，你为什么不能再和魏国的朋友联手，一起为了实现和平而战斗呢？木兰，你说的对，但是拓跋焘不见得会接受我。让我试一试。皇上，皇上，丞相为何如此惊慌？花狐回来了。什么？半个时辰前，花狐回到了圣乐，臣刚刚见过他，就即刻赶来向皇上禀报。如何？快说！花狐，
好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真是天助我魏国呀！丞相，花狐真是个奇才呀！皇上，此次西海公主福陵也立下了大功啊，和花狐一起回来了。西海公主，花狐考虑到大唐可汗已死，而西海公主福陵一人流落柔然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再加之金蚕子为拓跋绍之死，肯定会对他痛下毒手，所以为了福陵的安全，花狐将他也一起带回了魏国。传花狐捉银甲和福陵一起上殿，朕要亲自褒奖他们。叩见皇上！皇上，花狐奉旨前往柔然铲除国贼，现在逆贼拓跋绍业已伏法，臣等特来复命。众爱卿，快平身。花狐，你辛苦了。何敢言苦？你为社稷杀贼除奸，为朕除去了这个心腹大患，朕要好好重赏于你。皇上，此次前往柔然除奸，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并非臣一己之力。铁血队前往柔然12人，有8人捐躯。这些为国捐躯的勇士，才是真正的国之骄傲，社稷忠臣。爱卿放心，对于牺牲的将士，朕一定会体恤厚葬。谢皇上。西海公主，自从魏国与柔然开战以来，朕一直牵挂你的安危。今日见你安然归来，朕心甚是欢喜啊！谢皇上。福陵啊，你的事朕都知道了。把面纱摘了吧。皇上，容臣禀报，此行诛杀国贼成功，西海公主功不可没。朕已知道。福陵，先前朕以为你只不过是一名弱不禁风的秀女，没有想到你的心性竟如此刚烈，国难当头，更是家，特赐黄金100两，丝绸白匹。是，福陵叩谢皇恩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此次前往柔然除奸成功，还有1人立下大功，那就是我身边尉迟闯铁血队的队长张大柱。张大柱冲锋在前，诛杀国贼，他都英勇无敌，毫无畏惧。张大柱，黑山一战，朕在功劳簿上就见过你的名字。收回圣乐，谢继臣也说你是有功之臣之一。云中一役，朕亲眼看到你浑身是血，还战斗不息。朕知道你是英雄之辈。谢皇上勉励。皇上，张大柱不仅是英雄之辈，更是英雄后代。此话怎讲啊？张大柱乃英烈之后，他家有9口人，有7口都死在了战场上，家里只剩下张大柱和眼睛已经哭瞎的奶奶。柔然来犯，张大柱仍旧毅然决然再上战场。一家9口，有7人为国捐躯，这样的英烈之后，朕岂能不善待？张大柱，朕特许你送西海公主王福陵回五凤谷，并且你回家之后就不要再回来了，朕免除你的兵役。张大柱恳请皇上收回成命。难道你想抗旨吗？皇上，我家满门英烈，7个亲人战死疆场，没有一个退缩。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，我不能提前回去。就算平安回家，也没有脸面去见我家堂屋的那7个牌位。我从军的时候，奶奶告诉我，我们打仗就是为了教训柔然，
让魏国与柔然从此和平相处。现在柔然还在疯狂挑衅，我张大柱从军的初衷还没有实现，所以我断不能离开。请皇上准许我回家看望奶奶之后，马上回到军营，奔赴疆场，请皇上恩准。朕不准。战争残酷，你一家3代为国尽忠，朕岂能让你张家无后？朕要你回家之后孝敬奶奶，以尽孝道，并且朕还要你尽快娶妻生子，延续祖辈英烈之血脉。如此忠义之家，子孙后代越多越好，我魏国才会更加强大。皇上，主子，赶快谢恩呐！谢皇上。起来吧。皇上，柱子和福临回家之事，就由臣来安排吧。朕准了。谢皇上。花虎，你现在身着银甲，已是将军了，你是我五凤谷的骄傲。走了呢？这么多年，你不是一直都盼望着回家吗？我在柔然的时候，白天黑夜都盼着有一天能回到五凤谷，但现在马上就能回家了，我突然觉得好害怕。为什么呀？木兰，我娘已经不在了，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。我在五凤谷，一个亲人都没有了，还是孤孤单单的。福临，你不会孤单的。你没发现这么多年，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关心你，你的一举一动都让他牵挂，都让他心动。木兰，你说谁？路上小心。撤！花狐，你一定要回来，我在无凤谷等你。放心吧，我会的。花狐到！陈花狐叩见皇上。你来的正好，朕与丞相商量过了，朕决定封你为大将军，接替谢其臣的位置，全权负责西路大军。皇上，臣谢圣恩，但只怕无力担当此重任，有负皇上重托。你从军这些年来，不惧艰险，英勇善战，忠义无双。如果你不能胜任，那天底下就没有人能够胜任了。皇上，既然如此，那臣就勉力担此重任。臣立誓，臣必将全力以赴，不负圣恩。魏国子民，如果人人都如福临、张大柱；魏国将士，如果人人都如你，那柔然溃败也就指日可待。皇上，如果想打败柔然，臣想推荐一个人。什么人？臣此次从柔然回来，不仅带回了福临，还带回了一个人。是谁啊？多伦。多伦？普通的柔然将领，朕收留他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，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，也失去一个最好的对手。弟兄们，我来看你们了。
什么人？谁？花将军，我在外面听见这里有声音，便过来查看，原来是将军在此，请将军恕罪。没事儿。将军，我有句话想说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你说吧。你还记得吗？你去可汗王庭之前，我想加入铁血队，可是没被看上。当时你就鼓励我说，只要好好练，以后一定有机会的。这一段时间，我白天也练，晚上也练，自己觉得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我就想问问将军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进铁血队呢？军营里的人都说，从军不进尉迟床，不如不从军；进了尉迟床不进铁血队，那还不如不进尉迟床。在这个屋子里住过的，大多都是铁血队的成员，但是除了柱子和我，其他的都已经牺牲了。他叫李锦旗，我们都叫他书生。他自小熟读兵书，立志做一代儒将。他在可汗王庭牺牲的时候，嘴里还在背诵着兵法。他叫王英杰，在老家的时候是个铁匠，我们也都叫他铁匠。他和书生一起牺牲在可汗王庭。他出征的时候，小女儿才刚刚出生，他再也见不到女儿了。睡在这儿的叫汪蛮牛，又叫牛三娃，我们都叫他大力王。这个人平时不爱说话，但是力大无穷。当初他进军营，也就是为了能吃上一口饱饭。但是打起仗来，他比谁都英勇。云中一战，他流干了身上最后一滴血才倒下。前后几任铁血队，每一个成员都有着类似的故事。你不害怕吗？启禀将军，我不仅不怕，我现在更迫切地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，请将军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想进铁血队，仅不怕死还不行，还要有打仗能用得着的一技之长。你有吗？将军，我的剑术现在已经打遍全床无敌手了。来吧，将军，得罪了。你不要命了？刚才我刺你那剑，你为什么不躲？刚才是打败你的最好机会，我不想放弃。可我差点就刺伤你了。将军，你不是说一个优秀的士兵，他的伤口永远都在胸前吗？
说过，在战场上永远不能背向敌人，对准敌人刀剑的永远是我们的胸口。陈花狐叩见皇上。起来说话。谢皇上。见过崔丞相。啊，花狐，我们刚刚得到消息，金蚕子集合了10万大军，已经越过了魏国边境。10万？但我们魏国能调动的军队只不过是6万。看来金蚕子孤注一掷，下定决心要与魏国大战一场了。金蚕子投入如此众多的兵力，这一仗的结果不是他死就是阵亡。皇上，丞相，金蚕子既然决意要和我们决一死战，那我们就应该迎头痛击。打仗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，金蚕子利用个人野心发动战争，这是逆天而行。他侵略魏国没有地利之便，正因为他在柔然失去民心，所以他才想以战争转移百姓视线，震慑政权。人和他也早已失去。皇上，丞相，虽然我们人数不占优势，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。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还是属于我们魏国。皇上，花狐再次向你请战。皇上，臣就知道花狐会慷慨激昂，豪气盖云呐。好，花狐，朕就把这所有兵权交付于你，也把魏国的生死存亡交付于你。花狐一定不辜负皇上的重托。起来吧。花狐，那个柔然的二王子多伦是不是还在你的帐下？皇上，丞相，现在柔然大军当前，请重新考虑多伦的去留。柔然大军来犯，为了避免麻烦，我正在考虑，此人不可再留啊。丞相，此事万万不可。此时此刻，我们需要多伦来帮忙啊。他无权无兵，拿什么帮助我们？丞相，请恕花狐直言，多伦是我们魏国的朋友，大敌当前，和朋友翻脸，这不是明智之举。再者，金蚕子的摄政王身份在柔然，毕竟还是名不正言不顺，而多伦是堂堂正正的柔然王子。如果他以王子的身份号召柔然士兵放下武器，必然可以动摇军心，争取和平。而且多伦的军事才能，我们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如果他能出手相助，击败金蚕子将更有胜算。